再来关心高雄的民生病院发生这天狗热群聚感染的事件。疾管署公布上新的检验结果，这6个本土个案的病毒拢甲上早发病，对越南带病入境的个案相像。也就是讲，这个案就是感染源。这站群聚感染的病例是已经有7个啊。监测到7月12，这疾管署也有成立防疫队的落南来支援防疫工作。爆发天狗热的群组，为着厘清感染源，疾管署是紧急采检病人的血，做基因序列的比对。疫调显示，指标个案是三明区70多岁的女性，住院期间刚被房的接触者，是包括5个长照机构转过来住院的病人，含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。结果发现这6个本土个案病毒的序列，拢含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相同。验破上早发病的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，就是感染源。这嘛是8天来国内第一摆出现病疫天狗热群组。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，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，完全相同，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。那是天狗热，日本脑炎嘛是经过网络传播的急性传染病。疾管署公布新增加一个日本脑炎的本土病例，是当无拄满3个月的查某红兄，是伫5月后半个月发病，住院期间是持续有发烧，含忧心性丢在镜头。经过采检，确诊是日本脑炎。目前搁在住院治疗，感染源搁在厘清，这嘛是国内史上上少回日本脑炎的个案。比较严重的情形呢，可能会出现意识状态的改变啊，或者是像全身无力啊、神志不清，可能严重的话，可能还是会有造成昏迷跟死亡的情形。那这个致死率可能大概是有2成到3成左右。疾管署提醒预防日本脑炎上好的方法，就是做日本脑炎的预防针。另外，高雄民生病院天狗热群聚感染的事件，加起来已经7个，拢是天狗热病毒的第2型。目前疫情还无摊开的情形，按算的监测到7月12为止，疾管署嘛成立机动防疫队，落南去支援各项防疫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